香港有一個沙田，呢度係全港18區中人口最多嘅地區之一，社區設施完善，生活配套齊全。威爾斯親王醫院成立於1984年，坐落喺呢個歷史悠久嘅地區，昵稱威院，係區內大型區域急症全科醫院。多年嚟，威院秉持關懷以誠、服務至上嘅宗旨，從最初服務沙田數萬名居民，時至今日已為新界東超過100萬名居民，乃至全港市民提供全面嘅醫療服務，發展一日千里。威爾斯親王醫院每日平均人流達到14000人，超過7000個病人同家屬，以及7000多名員工，包括醫生、護士、專職醫療人員以及其他職系嘅員工，頻繁穿梭各個大樓，可謂車水馬龍。威院每年處理約190萬日間就診人次，外展服務量超過9萬人次，接收嘅專科門診新症轉介個案更加係冠絕全港醫院。威院現時提供超過1900張病床，設有香港最大型嘅急症室，每年服務人次約16萬，規模龐大。由醫院管治委員會全面監測、質控及指導醫院嘅運作，並與醫院行政總監攜手帶領不同專業領域嘅專才緊密合作，為市民提供優質及專業嘅醫療服務。自成立以嚟，威院一直都係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嘅教學醫院及最佳拍檔，共同肩負培訓醫療人才、領導醫學研究等重要使命。時至今日，威院與中大醫學院已經為香港培育超過5800名醫生人才，源源不絕為香港製造醫護新力軍。透過多年嚟嘅緊密合作，威院持續引入創新醫療科技，開展大型研究項目，將醫療與科研完美融合，推動學術交流，攜手提升香港嘅醫療專業水平。威院為市民提供全面嘅醫療服務，除咗提供24小時急症室服務外，亦設有專科服務，包括內科、外科、兒科、婦產科等等，10個專職醫療以及其他服務，為唔同需要嘅市民提供各種醫療資源。威院及各個專科不斷精益求精，多年嚟碩果累累。威院喺2025年成功通過中國國際醫院認證標準嘅認證，充分肯定醫院喺管理、設施同運作等各方面嘅表現達到國際水平。擁有設備完善嘅心血管混合手術室，各個專科部門都利用同一資源，為病人進行檢查同手術，提高治療效率。設立全港首部術中電腦斷層掃描儀，顯著提升手術精準度及安全性。影像及介入放射科引入雙向數位減免血管造影系統，強化經動脈取生術服務，提供世界級水平嘅內窺鏡黏膜下剝離術，有效降低需要患者進行外科手術嘅機會。2019年獲得由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香港委員會支持嘅愛嬰醫院香港協會正式定名為愛嬰醫院，成為全港第3間獲有關認證嘅公立醫院。骨科率先使用電腦導航、3D 打印、混合實境技術，並結合智能眼鏡輔助骨腫瘤手術，提高手術精確度同安全性。中大醫學院化學病理學系主導研發無創性產前診斷技術，開創以非入侵性胎兒染色體基因檢測。威院作為全球第一間發展該項技術嘅醫院，造福無數孕婦。深切治療部嘅高效率及高質素服務，治療成效一直處於國際領先水準。中大醫學院心胸外科團隊喺威院完成亞洲第一個混合血管支架一站式多部位胸腔主動脈手術，治療成效顯著。威院精英薈萃，江山代有人才出，多年嚟誕生無數成就傑出嘅重量級人物，不斷獲得國際權威機構頒獎嘉許。
為咗配合日益增長嘅醫療服務需求，威院正如火如荼展開重建工程。樓高19層嘅住院新翼大樓預計於2027年投入服務，屆時將增加更多空間、病床，緩解現時擠擁嘅情況。同時，威院緊貼社區脈搏，積極參與由唔同團體舉辦嘅活動，將健康資訊帶到社區，為市民提供優質、有效率及以病人為本嘅醫療服務。威院與時俱進，緊貼醫療科技發展，持續引入各種智慧儀器及設備，例如數碼病房工作間、指揮中心、虛擬實境、實時定位追蹤等，將急症室、入院、病房嘅資料數據一環緊扣一環，全面聯動，縮短病人輪候嘅時間，讓病人受惠。未來，威院將繼續立足香港，喺前人奠下嘅堅實基礎上，同全體員工、中大醫學院以及一眾社區夥伴攜手並肩，繼往開來，一同開啟全新篇章。